它的位置是在临咱台南市最精华的地带。当初时要来施工拢卡路无好，要来投标无人要来投标。咱咧推动这个建设的时阵拄到足侪困难，拢一一来排除。原本它是一个理活动中心，那地下室其实会漏水，钢筋也裸露，混凝土会剥落，实在有公共安全的一个疑虑，所以在地方前朝里陈建国里长的极力争取之下，我们踏出拆除重建的第一步，那当时也获得我们中央计划核定的补助，总共400万元。那最后是市府的配合款，总共有3953万5千元，来大力的支持这一项拆除重建的工程。那未来呢，我们这个浅草多功能中心的1楼呢，会移给文化局来做管理，那会朝向委外招商，来服务更广大的一个游客的方向来努力。2楼的部分呢，是由公所这边来管理。那我们也会做多功能的使用，比如说我们会办课程讲座啦、展览活动等等的多元的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点击牌！哇！这个所在就死地下给去万人中心的400万。400万基本上未来没有了，这个是最后一班车，所以说我们总共花了4300多万，每坪造价高达20万又7000块这些还是相当辛苦，但总之我们把它完成了。这个地方未来要开放给配合我们西门浅草商圈那这个活动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有一个很快乐的这个活动空间。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1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了见证中华队拼世界冠军的过程，市府对在永华国民运动中心甲南营绿都新公园实况转播以外，最后一场的冠军比赛更加码伫市立棒球场转播，并更较侪球迷进场，这要为台湾加油。距离台湾顶届拍入世界12强棒球冠军赛，已经是20年前。这次伫全队齐心拍拼下，24日暗时将赢战世界排名第1的日本队。未足国人搭飞机前往日本为中华队加油。台南市政府也特别规划伫永华国民运动中心、甲南营绿都新转播，更加码开放市立棒球场，予民众入场加油。台湾，台湾。各位的声音我听到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要讲话比较好但是我们把这个市立棒球场今天开放给所有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听台湾，好不好？好。不管是狮、象、龙、鹰、乐天，或者是一日球迷，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挺台湾，做伙唱出台湾响勇。除了市府办理的加油场，民进党市党部也伫大湾北广场举办应援场，现场同款嘛是客满热情的民众来为中华队加油，欢喜见证台湾摕到世界冠军的荣耀。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24号暗时，中华队摕下世界冠军以后，全台湾庆祝行情一波接一波。其中，台南国民党籍议员为了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25号一透早就伫新营抢头香发送鸡排，也持续加码送美食。到记者查个为止，已经发出2150份。会中市长黄伟哲嘛到场做伙同乐。
一透早7點，到民眾佇台南民治藝術廳外擺架樂樂堂，等領雞排，排隊人潮一直延長到廣場。每一位球迷攏相當歡喜，做伙見證中華隊摕金牌這份光榮，也閣有雞排通好食。第一次那个台湾拿总冠军啊，很开心啊，所以我就顺便刚好今天放假之后，顺便一起来排队领鸡排这样。然后昨天那个两支全垒打超兴奋的，真的是很难得这样，而且原本真的是大家都不看好，然后真的是超感动的。中华队是台湾的骄傲，中华队加油！中华队加油，赞啊！入侵球迷嘛是淡市议会国民党团发言人蔡玉辉，为了庆祝这个感动时刻，党团一直加码，不只有鸡排、猪排，也有人赞助鸡卵冰品。到记者查个为止，已经增加到2150份，希望延续这份对棒球的热情。我们是花剑，只要你有剑，就可以今仔日领会到啦吼。鸡排、猪排哦，啊是讲鸡腿。啊是两咱的冰淇淋跟水煎包有限额啦吼。中华民国可能会知吼，阮国民党党团讲起来上认真啦吼，上百片，筹备上久。昨天晚上去加码了吼。市长委托马应邀到场陪大家做伙发鸡排动作，庆祝这个写下历史和全台湾沸腾的摕金牌时刻。中华队里面有5个是我们台南统一师的队员，还有这个其他的是台南市级在其他的职棒队，这些我们都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为国争光。等了32天，中华队用实力甲坚强的表现，就来写下历史纪录，更予台湾民众海报。会中议员嘛提前5个经典赛夺冠，一个再发一摆。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南甲日本水户市因为恢复将军庙结缘，对啊持续伫文化、体育等方面交流。为了建立更进一步的友谊基础，22号双方对啊签署缔结为姊妹市。市长王伟贴更表明，伫恢复将军庙所在的安南区，日后的新式道路将出现一条号名水户街。日本茨城县水户市市长高桥进甲议长大金亮一22号率团来台南参访，由市长王伟贴亲自接待，并且伫市民团的见证，双方签署促进友好交流协定书，正式缔结为友谊区。未来将合作推动历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场面相当热烈。台南甲水户因为恢复将军庙来结缘，所以市长王伟贴嘛表明，为了纪念彼此的友谊，未来伫安南区一条新设立的道路将号名水户街。纪念2个城市的友谊，昨天我已经正式签署公文，将飞虎将军庙所在地的安南区的一条新的道路上命名为水户街。我相信在许多因为友谊所打下来的基础以及期盼上，2个城市未来共同发展会有更好的预期。两市伫缔结为姊妹市之间，拄好是日本的好夫妻之日，所以日本方面嘛希望两市的关系就亲像夫妻同款，久久长长。而整个交流过程不止建立双方友谊新的里程碑，也为台南城市外交的历史留下重要记录。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机会国民党团书记长甲干部一任一年，其中新任书记长的改选有王家珍、柯志春、林彦照甲蔡友辉4位议员登记参选。经过协调，由议员林彦照接下党团书记长一职，交接典礼定12月2号举办。一年一任的国民党书记长任期即将卸任，议会国民党团25号经过协调，最后由议员林彦照得到上侪同意票，将出任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新任的书记长。伊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会当找找出更侪代表国民党的年轻议员以及里长参选人。因为党团更走向说未来在不管是记者会的部分，还有就是说国民党因为人数也少。希望说能在各地方去找议员可以参选的，包括里长可以参选的哈。那
就是说未来我们党团的运作，就是由书记长跟副书记长跟发言人那共同来把党团就是说运作得更好。希望说在下一届的选举可以找出更优秀的，我刚刚讲过的里长跟议员年轻人的部分，那让我们党团未来就是说选举的时候有更多的里长、更多的新人的议员可以参与。除了找到更多志愿相同的朋友做伙加入国民党，林彦照也希望未来国民党伫议会席次会当过半，这拢是伊的目标。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高嘉预计将会伫这次定期会后结束时举办。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市巴马拉松挑战比赛伫新营体育场热烈举行，体育局除了这次各额400万的总奖金，希望吸引超过11000名的选手参加。其中有一条除了到场替所有参赛者加油，嘛要大家透过路线安排，感受到溪北的历史文化。3、2、1，请出发！天也未光就开跑，1万名跑者甲新营体育场客家满。今年台南400体育局特别规划马拉松挑战赛，沿途路线规划地形工时基础开垦的5营，增添历史氛围。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在西北尝试，但是报名非常踊跃，也大出我们意料之外。也期待大家都能够跑出我们新营的好山好水，在沿途好的风光，大家其实可以饱览西北地区很漂亮的风景。赛事分成3组，42 K 全马900多人报名，要争取加招摕奖金。半马21 K 有7000多人，起跑的时阵开了半点多钟，也有5公里的人工组。这场马拉松呢，奖金高达400万，那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民众，一共有11000个人，当中也有来自台南姊妹市康体育友好城市等11个国家375名选手参加。跑者伫走的同时，除了有美食补给，也会当感受台南的人文风景。完赛物资更是丰富，其中奖牌的设计是相当有纪念意义。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台南市综合高小为了推广食农教育，结合政府加民间的资源，开300多万用货柜打造一间食农教育的教室，对学校营养午餐出发，希望透过跨领域的课程，让学生有亲身体验，知影珍惜以及健康饮食等观念。2、1，请剪彩。在校内外人士的见证之下，台南市崇学国小满心欢喜食育教室正式揭牌启用。运用货柜屋空间改造，加上料理台、系统柜以及专业蒸烤箱等硬体设备，希望学生学习到健康饮食观念。我今仔日有带鸡翅、高丽菜，还有鱼啊。透过咱这个食育教室来讲，会当呢实际咱教囡仔来做烹调，无论是伊会促进伊伫厝里嘛会当亲子做伙来煮食。学校打造食育教室，不仅提供师生优质的学习场所，也可以提供学生参与学校午餐菜单设计，推行 PBL 问题导向学习课程，鼓励学生探索不同的烹饪技艺。阮会甲编入咱5年、6年的课程内底吼，伊每一个礼拜拢有一节课，会使互伊来遮简单，伊希望讲伊伫毕业进前会使煮一个便当盒啊，等于互因老爸母感受一下嘛是希望讲以后佫会使佫加长再加深的课程来互
更愈侪囡仔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囡仔，会使来发展。台南市重视饮食教育扎根，全国首创推动餐前5分钟，由营养师共同开发152部影片，设计37个主题教材，希望让学生能够好好吃饭。记者盛怀台南报道。李光成因为伫日本留学，对香川县的乌龙相当有兴趣，加上因的家族本来就是做食的，嘛，互伊决定拜师学艺，将这款的美味炸回来台湾。经过严格控管，结果短短4天就开了3间分店，备受欢迎。从冰箱取出前一天做好的手工面团，开动机器压面切面，为乌龙面店忙碌的一天拉开序幕。这家位在芦竹的乌龙面店，是负责人李光成在日本留学期间去壮游时，被香川县赞岐乌龙面所吸引，拜师学艺所带回来的日本美味。他也说明了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因为当时我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他当地有一句话，一个 slogan。他说“一口で感動する面”，就是说你吃一口会感动的面。这句话我在日本的香川县确实真的是印证到了，因为我那时候在旅行的途中嘛，就每天吃，天天吃他们的乌龙面，然后吃一吃就想说，为什么在台湾呢？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也很喜欢吃乌龙面，无论是吃火锅啊什么的，我都会选择乌龙面这个胖胖的面体。然后是想说，为什么在日本它可以这么的稀松平常，在街边。无论是购物中心啊、马路边啊，而且都是那种自己手工制作的乌龙面，在台湾却没有。我后来想一想，这何不妨是一个机会，我就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的把它从日本搬回来，这样子。我自己是上网去搜寻他们有没有关于乌龙面的相关课程，然后我其实原本也是因为是担心是外国人身份没办法，后来我写信去给他们，然后他们是说只要你日语 OK， 你就可以来报名。然后我就理所当然的报名了，然后就买了一张机票直接飞过去。他教的课程其实面向很广，就是说你要构筑一间乌龙面店所有的要素，它其实里面都有。那后来学完之后，我有一个心得就是说，那些东西对书本上都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后续的经营跟管理。创业时才20出头的李光成，短短4年内就在桃园开了3家分店。他归功于自己是家族餐饮业出身，留学时也曾进入日本企业实习，学习到了拟定 SOP 的重要。他也引用到店内管理上，餐点都是现点现做，严格遵守时间烹煮，并在捞起来后冲水，维持面条的 Q 弹度，确保大家在店内吃到的都是品质最好的正宗赞岐乌龙面。我觉得我在那边学到最好的知识，应该就是来自于他们的经营管理，还有食材控管跟一些设备的方面啊。因为日本人的民族性就是最讲究 SOP 跟制度，那些东西也是后续深远的影响了我啊。无论是店里的食材控管啊，人员上班，然后排班制度啊。因为我是希望说，我开店初衷，我希望大家能够来我店里吃到的东西，跟你现在买一张机票飞去香川县吃到的是一样的味道。店里乌龙面品相也比较日本，分成汤面、拌面和沾面3种。李光成也介绍了沾面的吃法，和循序渐进调和酱汁来品尝不同的风味，美味程度也让母校南垦高中的师长们都成为了忠实顾客。这个就是我们沾面的吃法，它搭配的是一杯浓浓的酱汁，然后根据个人的喜好去做葱、萝卜泥、姜泥、芥末添加。你可以先吃一口原味。然后每加一种呢，它的酱汁的风味就会变得独特。对，吃到最后我会全部都把它加进去，那个味道是最丰富的一个层次。然后旁边这个是炸物蘸酱，就是搭配这个炸蔬菜天妇罗做食用这样。我最喜欢吃沾面，因为我觉得这个沾面呢，它的面条非常的 Q， 然后这个很清爽。在夏天的时候，不管是其实任何时间吃这个沾面都是非常棒的，会让我们感觉就好像到了日本香川一样。因为味道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面条，还有所有的酱汁，还有所有的炸物等等，都是非常棒的。我特别推荐它的牛肉乌龙面，它的牛肉乌龙面它的面非常的 Q 弹，非常滑嫩，然后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那个加上它的配料很用心啊，包括它的肉的处理的都非常软嫩。那我也常常带一些朋友过来吃哦，特别是一些有常常去日本的朋友特别喜欢吃。他说这个跟日本的比较起来，真的非常的道地，然后很值得推荐喜欢吃这种那个乌龙面的朋友来吃。本身很爱吃乌龙面的李光成，以独到的经营眼光和严守 SOP， 在台复刻日本战旗乌龙面，年纪轻轻就闯出一片天。下一步也朝着在台北开店的目标前进，要让更多人都能品尝到乌龙面的好滋味。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原本以全台湾上水鱼市场为号召的高雄高山鱼市场，对南仁湖公司退出以后，换人接手经营。不过已经2个月，市场内外却敢若芳园同款。所以地方建议未来经营团队会当结合当地人文特色，重新打造适合吸引团结眼光。南仁湖公司9月1日退出鼓山鱼市场营运后，将由高雄在地汉来物业公司接手经营。2个月过去了，馆外花园杂草丛生，原本的完美打卡景点金鱼翅膀也已经消失无踪，只剩下几座留下的痕迹。馆外铁门关闭着，并且贴上了改装中不对外开放的告示。往内部观察，里头空荡荡，进驻店家也早已清空物件，搬走设备，只剩下些许的杂物堆置在现场。对了，我们也很乐见到，就是汉来集团愿意来投资整个鼓山鱼市场一个经营跟运作啦。那我想就是期许汉来集团他们就是发挥他们的在餐饮业的强项，那以及他们对于不管是在百货业来好，他们可以大概那一种对于一些流行产业一些嗅觉的，那有一些创新的概念，我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带进鼓山鱼市场的经营啦。可能很难预料，原本2年前风光开幕，并有着全台最美鱼市场称号的鼓山鱼市场，如今光环退却，人潮也不在。地方民代有共同看法和建议，希望未来营运业者可以带入专业管理，融合当地海港历史风情。最重要的，以鼓山鱼市场名称为大方向，带动起地方独有特色魅力，进一步吸引观光消费人潮。至于契约的内容有没有做到相关的限制，或者是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它原本是鱼市场，也许它就是卖海产，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不是很确定啊。但是我相信，厂商也好，师傅也好，我们也会督促他，让这个鱼市场，尽量是能够做到说，让大家认为那个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海边的地方。过去鱼市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提供周边民众他们可以买鱼，那可以这个渔获交易的一个场所。这样，鼓山鱼市场有它的过去的一个历史背景那针对鼓山鱼市场这5个字其实很多民众当然会内心期待说，是不是经营鱼市场啊？不过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在汉来集团在经营的时候，他们可能必须要融入一个过去的一个在地的因素的一些历史故事啦，让整个鼓山鱼市场的背景可以让民众更为了解、更为知道了那这样的故事，其实鼓山鱼市场也带动了当地哈马星的一个繁荣了那我想我们也期待，就是说，在整个汉来集团下去经营鼓山鱼市场的时候，其实可以兼顾着第一个人文，那第2个整个市场，那第3个整个经营方向当地里长以及民代普遍认为，加强鱼市场周边停车场的运用，让搭乘游览车的团旅游客得以就近下车外，步行到约300公尺外的市场前，还可以经过并欣赏有台版威尼斯美称的彩色屋，都是可以规划争取游客的方向。期待新经营团队多加参考地方意见。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收看11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谢生和的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哈哈哈！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步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已经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给我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终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打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谢生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